充满天上的能力，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，因为我愿为你去，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，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，赐我勇敢的心，以无畏惧，因为我愿为你去，定恒守，引我前行，我只愿合你心意，看万事为损失，受苦为小事，靠你的恩典站立，定恒守，引我前行，我只愿合你心意，看万事为损失，受苦为小事，靠你的恩典站立。牧师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早安，我是孙正长老。今天圣经共读由我来分享。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让我们能在线上相聚，求你安静我们的心，除去一切忙乱与搅扰，让我们专心来聆听你的话语。求圣灵亲自运行在我们当中，被你的爱与真理充满。求你透过今天的信息，再次眺望我们爱主、为主委身的心志，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圣经的共读是在哥罗西书第1章24到29节。我们先来把这6节的经文读一遍。第24节，我现在觉得为你们受苦是一件快乐的事，因为我在肉体上受苦，等于继续在担受基督为着他的身体，就是他的教会所忍受而未完成的苦难。为了你们的益处，上帝把这任务交给我，使我做教会的仆人。这任务是要我充分地把上帝的信息传开，就是他历代以来向人类隐藏着的奥秘。这奥秘现在已经向他的子民显明出来了。上帝的计划是要他的子民知道，这丰盛而荣耀的奥秘是要显示给全人类的。这奥秘是基督在你们的生命里，也就是说，你们要分享上帝的荣耀。因此，我们向所有的人传扬基督，用各样的智慧劝诫教导大家，为要把每一个人带到上帝面前，使他们成为成熟的基督徒。29节，为了这目的，我应用基督赐给我的大能力，不辞劳苦，竭力工作。我要透过今天的经文跟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为主委身，为主委身。分享的信息重点包括，委身不是口号，而是真实的跟随。委身它包含着受苦、使命、爱人与依靠神。神呼召每一位信徒都要成为忠心的门徒。首先我们来看24节，保罗为主受苦，却仍然喜乐。24节说，我现在觉得为你们受苦是一件快乐的事，因为我在肉体上受苦，等于继续在承受基督为着他的身体，就是他的教会所忍受而未完成的苦难。
我们知道保罗当时站在监狱里，照人的眼光来看，他应该是非常的灰心跟抱怨，为主服侍却被关，传福音却遭受到逼迫，忠心侍奉却充满着艰难。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说，我为你们受苦，倒觉得欢乐。这是因为保罗他知道自己所受的苦是有价值的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很多人愿意相信主，但是却不一定愿意为主来委身，因为委身它代表着要付出代价，要牺牲许多的时间，要放下自己，有时候甚至于还被误解。但是一位真正爱主的人，不只是享受恩典，更是愿意为主摆上。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，今天我们的信仰是方便的信仰呢，还是愿意付出代价的信仰呢？当我们服侍很累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仍然愿意忠心的来委身跟随主？当别人不理解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仍然愿意来坚持我们的心志？真正的委身不是环境顺利才跟随主，而是在困难之中仍然愿意忠心来委身。接着我们来看25到27节，让我们看到委身是为了成就神的托付。25节这边提到，这任务是要我充分的把上帝的信息传开。27节，上帝的计划是要他的子民知道，这丰盛而荣耀的奥秘是要显示给全人类的。这奥秘是基督在你们的生命里，也就是说，你们要分享上帝的荣耀。在这边保罗他说，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，做了教会的指示。保罗他知道，人生不是为着自己而活，而是为神的使命而活。神把福音托付给他，所以保罗他愿意一生来摆上。这个的奥秘，也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也就是说，耶稣不只是历史中的救主，而是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的主。弟兄姊妹，真正的委身的人，不是只有在外面的服侍，而是心里面真实的有耶稣基督。同样，今天神也有托付给我们许许多多的事工，是家庭，是职场，是教会，是小组，是福音朋友，是下一代。神把这一些人、这些事、一些责任交给我们，问题不是我有没有能力，乃是我愿不愿意委身。许多的时候，神不是先找最厉害的人，而是找愿意服侍他的人。接着我们看28节，真正的委身是把人带到基督面前。28节这边记载着，因此我们向所有的人传扬基督，用各样的智慧劝诫教导大家，为要把每一个人带到上帝面前，使他们成为成熟的基督徒。保罗在这边说，我们传扬他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。保罗他服事的中心不是建立自己的名声，不是建立自己的舞台，他的焦点只有一个，把人带到基督面前，把人带到基督面前。今天有时候我们服事久了，会不小心
就在意人的肯定，在意自己的成就，甚至于在意位置与比较。但是一位真正为主为生的人，最在意的是人有没有更靠近主。一位主日学老师的委身，不是只是把课上完，乃是他盼望孩子能够认识耶稣。一位小组长的委身，不是只是将聚会顺利来进行而已，而是盼望弟兄姐妹生命都得到建造。弟兄姊妹，真正的委身永远是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。最后我们来看第29节，保罗提到委身不是靠自己，而是靠神的大能。29节说，为了这目的，我应用基督赐给我的大能力，不辞劳苦，竭力工作。保罗他说，我也为此劳苦，照着他在我里面应用的大能尽心竭力。保罗这句话非常的宝贵，保罗他非常努力，但不是靠着血气，他尽心竭力，却同时依靠神的大能。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敢委身，因为他觉得我不够好，我没有恩赐，我很软弱，我怕失败。但是神从来没有要我们靠自己，神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有愿意的心。当我们愿意摆上为主的时候，神的能力就会托住我们。弟兄姊妹，你愿意为主委身吗？今天的圣经再一次透过保罗的一生提醒我们，真正的委身是愿意为主受苦，愿意承担使命，愿意把人带到基督面前，愿意依靠神的大能。今天神不一定呼召每个人去当传道人，但神一定呼召每个信徒成为委身的门徒。希望借着今天圣经共读，我们可以一起再来思想3个问题。我现在对主的心是不是仍然是火热的呢？神现在托付给我的是什么？我是不是愿意更深的来为主摆上呢？也许神今天正在呼召我们每一位，你要更忠心的服事，更认真的祷告，更勇敢传福音，更爱教会，更愿意顺服。愿我们都能够写像保罗一样，不是只做相信主的人，更是做为主委身的人。今天我选的核心的经文是第29节，我也为此劳苦，照着他在我里面应用的大能尽心竭力。祝福我们都靠主能力向前行。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借着保罗提醒我们，真正的信仰不是只有领受恩典，更是愿意为主来摆上。求你帮助我们在困难中仍然忠心，在服事中仍然喜乐，在软弱中仍然依靠你的大能，让我们一生不是为自己而活，乃是成为愿意为主委身的人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祝福大家今天凡事顺利，平安喜乐，拜拜。用生命与我为我实行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，让生活受尽邪气和私欲，因为我愿为你去，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，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，赐我
站立，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，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，赐我勇敢的心，义无畏惧。